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华航的董事长，敢是要换人咯？这华航的机师伫过年罢工7天，影响到几万名的旅客。华航的董事长何阮宪敢会因此来落台呢？有风声，讲交通部长林佳龙有意思，要来邀请到做过台中市副市长甲交通部长的林灵山来接任。也毋过林佳龙甲林灵山拢好认这个消息。何阮宪今仔日参加邮政节的大会，嘛无愿意回答这个问题。 不好意思，可以讲一下说最近有一些这个是不是有调动的问题？听到记者在问，华航董事长拢无应，赶紧行入活动会场。春节华航大罢工，影响几万名旅客。华航董事长何阮宪这个位敢坐调？华航何董事长啊，最近才经历了一场这一个家人争吵，但最后团圆。 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108年邮政节的大会，伫台顶主动讲到华航罢工的代志，用厝内人冤家来做比论，镜头嘛翕到两个人伫台下的互动。何阮宪过一个位，甲看一下，后来又看头前，看起来有淡薄仔心事，因为有平面媒体伫写讲，林佳龙已经心有所属，可能会推荐台中市副市长、交通部前部长林灵山来做华航的董事长。 那个都不是事实哈，请大家不要爆派好，那人事的问题都有这个法定的程序。没有跟我讲，都没有任何人征询过您这样子。对。现任的部长讲无，前任的部长林灵山嘛讲无人问伊，到底华航的董事长敢会换人？目前还唔知影。